以赛亚书第30章，甲埃及定无路用的条约。上主讲：这个背叛的子民惨啊！因无照我的心意，家己定计划，无照我的旨意乱结盟约，直到罪上加罪。因无问我，就落去埃及，找求法老的保护，通秘伫埃及的10个月。毋过，毋望法老保护，变做恁的见笑，期待埃及地印颠倒互恁闹开。虽然因的官长去到索安，因的使者派到哈瑞斯，毋过因逐个人拢未受到侮辱见笑，因为埃及袂当帮赞因，袂当互因甚物利益，只有互因见笑闹开。有关尼吉夫野兽的信息，犹大的使者将财物载伫驴仔的脚脊，将财宝看伫骆驼的脚脊片，因经过艰难困苦的地，伫遐有屎在吼，有毒蛇甲白蛇，去到袂当救因的国家遐。埃及的帮赞完全无路用，所以我叫伊做坐定定无路用的拉哈伯。背叛的子民担入去，伫因面前将这个刻伫石板，写伫册年，伫要来的日子，通永远做见证。因为因是背叛的子民，欺骗的囝儿，上主的教示因拢毋听。因甲先见讲，毋通看异象；因甲先知讲，毋通甲阮讲正确的预言，得甲阮讲阮介意听的话，甲阮预言无影遮的代志。阮要离开这路，对直路越走，无爱阁听到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的名。所以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安尼讲：因为恁拒绝这个信息，颠倒信赖压迫，挖靠欺骗，所以这个罪伫恁身上，会亲像关墙的壁魂壁立，忽然倒坏。伊会亲像飞去，互小飞师傅大垃圾破甲喙糊糊，无甲一块会当摕来除火炉的火种，扬水池的水。至高的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安尼讲：着反悔安息，恁就得到解救；着定睛信靠，恁就得到快乐。毋过恁拒绝，恁讲无爱，阮要骑马逃走。所以恁会真紧逃走。恁讲，阮要骑快马逃走，所以入恁的人会对真紧，对着一个人发，恁1000人逃走；5个发现，恁全部走散。剩的亲像山顶的一支旗杆，山头的一支大旗。上帝要赐福互伊的子民。上主要伫听候要施恩互锡安，伊一定要起来领命令。上主是公义的上帝，所有听候伊的人真有福气。徛起伫耶路撒冷锡安的人民啊，恁袂阁再啼哭，伊听到恁啼哭的声，会施恩互恁。伊一个听到就会应恁。虽然主用艰难做饭，用困苦做水互恁。毋过，恁的老师袂阁美起来，恁会亲目看到恁的老师，无论恁偏正边还是偏倒边，恁会听到后面有声对恁讲：这是正路，恁着行这条路。然后，恁要将恁所雕刻伤魂的偶像，甲所铸造包金的神像，甲因拍拉伞，亲像甲无清气的物献杀，讲。莫阁互阮看到，主会落雨，互恁也伫土年的种子成长，互土地所出的五谷好阁丰富。伫迄日，恁的精生会伫宽阔的草埔食草，内远的牛甲驴会食用签马甲白仔赢清气阁掺盐的饲料。伫恁的对敌受大屠杀的日，因的守望台倒坏的时，恁每一个大山悬岭，拢会有溪水直直流，
伫上主报答伊互伊子民受诶伤，以伫伊甲因责罚诶重伤迄时，月亮诶光画亲像日头诶光，日头画发出7倍诶光，亲像7日久拢总诶光。上帝要审判亚述，你看，上主本身对真远诶所在来，伊诶受气亲像猛烈诶火在倒，亲像密密诶烟呛悬，伊诶喙唇充满愤怒，伊诶舌亲像在吞灭诶火，伊诶喙亲像中到暗滚诶溪水，伊要用毁灭诶台仔刣列国，用马甲姜斗伫因诶喙，甲因拖去死亡之地。毋过恁上帝诶子民要唱歌，亲像做期诶暗暝在庆祝，心内欢喜，分频啊上上主诶山，上到以色列诶石盘遐。上主要互人听到伊威严诶声，互人看到伊刑罚诶手骨，有极大诶受气，吞灭诶火焰，有刺雷暴风，甲亲像石头诶冰炮。亚述人会因为上主诶声惊吓，因为伊会用管仔拍因。上主每一遍用刑罚诶管甲因讲，伊诶子民拢会弹琴拍鼓配合。伫征战诶时，伊会出手甲因交战。大卫德已经为着亚述王准备好势，迄所在诶火窟深搁宽，内面有火甲真侪木材。上主诶气亲像得烧诶硫磺，要甲木材点倒。